Hello， 大家好。今日我哋香港太極大聯盟嚟到香港精武體育會，喺我身旁呢一位係柯俊龍主席。柯主席你好，大家好，多謝你接受我哋嘅訪問啊。Hello， 大家好。香港精武體育會咧係1921年咧出現嘅，咁喺1922年咧正式成立註冊，成為香港精武體育會，前身係香港精武學校。咁咧我哋喺1962年咧就啲會董會員啊、師傅啊就集資購買咗現時呢個彌敦道尖沙咀300號彌敦道會址會所，到而家103週年啦。喺我個印象入邊咧，精武會咧就諗起精武會就會諗起霍元甲嘅。其實咧啲電影資料係咪正確嘅咧？精武會係咪真係霍元甲所創㗎？又有幾耐歷史嘅咧？其實係啊，霍元甲喺上海精武，佢而家超過都150幾年以上㗎啦。哇，原來都好長歷史喎！咁精武會咧都有超過150週年嘅歷史啦。咁喺呢個咁特別嘅日子入邊，精武會香港嘅精武咧，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活動去舉辦過咧？係啊，我哋8年精武咧就都嚟紀念我哋嘅先賢霍元甲先生咧。咁我哋要搞多個霍元甲150週年嘅冥壽。咁當日咧，我哋有個武術大會演啦，咁亦都有呢個交流比賽啦，同埋晚宴啦。咁今晚都非常之熱鬧嚇。咁我呢個霍元甲先生嘅潮場啦，上高就係我哋國父孫中山先生咧尚武精神嘅題詞。作為一個民間嘅武術會，你哋一定會搞好多武術相關嘅活動㗎啦。冇錯，喺1926年至到2022年咧，我哋搞過好多唔同不同類別嘅比賽啦，譬如回歸祖國世界大會演啦，武術大會演啦，咁本會都有裁判班啦，段位制啦，仲有100週年比賽公開賽、全港公開賽啦，咁香港世界精武武術國內交流啦，仲有武術文化世界賽大會同埋比賽啦，都會啦。咁我聽到又有公開啦，又有國際啦，又有世界啦。咁係咪全球嘅精武會員都可以參加㗎？呢個係啊，全球依家有80幾個國家地區啊，都會參與我哋呢個活動嘅。交流活動比賽。咁頭先我又聽到段位制喎，好似喺精武會嚟講咧，連段位呢樣嘢係咪比較新鮮啊？其他即係世界其他嘅精武會有冇段位制呢樣嘢㗎？呢個段位係我哋香港首屆創辦嘅。咁犀利啊！創辦嘅咁都得到我哋國內精武總會、上海精武總會咧大力嘅支持我哋啊，都覺得我哋呢個段位係做得好好嘅。咁所以就創辦個段位制啦，就去俾唔同嘅會員，係香港會員、世界會員都可以去參與去考段位。冇錯啊！呢個段位我哋香港8年精武，而家好多唔同嘅師傅咧，佢哋國外都有，喺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唔同嘅學生嘅人過嚟參加我哋個段位制嘅考核嘅。咁所以香港精武會嘅段位制咧，咁係世界各地都認可嘅，80幾個國家嘅精武會都認可嘅，係咪咁解啊？冇錯，我哋大家互相都會支持認可嚇。世界各地嘅精武體育會會嚟香港嗰度參加活動啦。咁香港精武體育會又會唔會出去其他地方嗰度參加佢哋舉辦嘅活動咧？有啊，咁多年嚟我哋都會出隊去到馬來西亞，應邀去馬來西亞啦，我哋國內嘅上海啊、天津啊、餘姚啊、深圳啊、佛山啊、廣東啊、澳門精武啊等等咁去交流比賽，同埋咧開呢個首長會議啊。跟住我嚟緊今年嘅2026年嘅8月咧，我哋都應邀出席呢個世界精武咧喺德國舉辦個世界賽精武賽世界賽，同埋呢個首長會議啦，同埋表演啦，咁啊係啦。我頭先聽咧都數咗成10幾個地方添喎，你哋都好活躍喎。係啦，我哋都經常都會出席嘅呢啲方面嘅活動。咁香港精武體育會除咗舉辦一啲武術上面嘅活動之外，會唔會有其他類型嘅活動㗎？我哋會搞啲賑災啦，好似廣東省呢個南陽市嗰度咧，我哋咧就會有啲叫
硬杏樹啊，種咗900幾棵，捐贈俾喺個買好多畝地啦，種咗啲硬杏樹，咁成果之後咧就分配俾嗰啲免費分配俾嗰啲當地嘅貧困地區嗰啲山區嗰啲人民啦嚇，咁仲有搞呢個賑災就係華東賑災、四川大型賑災早排咧嘛，我哋都搞個賑災匯演啊，捐贈啲物資啊，同埋啲錢啦，俾我賑災做。頭先提到嗰啲係慈善項目嚟嘅喎，都幾配合呢個精武精神喎。係啊，我哋嘅香港嘅精武精神咧就係愛國修身、正義助人、精武一家、武林一家、世界大同。香港精武體育會發展得已經相當成熟啦，唔知你哋來年會有咩展望呢？我哋香港百年精武體育會咧舉辦本地賽事咧都有幾十年經驗㗎啦，相當成功。而家全球咧有80幾個地區國家咧都有精武體育會，而每2年咧世界精武會咧都有大型嘅比賽，輪流由不同地區嘅國家精武體育會主辦。來年咧，我哋香港精武體育會咧都希望咧能夠接辦主辦單位，做得主辦單位。希望政府咧同埋武林界支持，群策群力，團結一致。多謝大家。好啊，多謝柯主席你接受我哋嘅訪問。多謝，多謝各位。係 ，OK。精武已經有成100幾年歷史啦，以前我哋就係紙本年代嚟嘅，而家已經變晒做電子化啦喎。咁你哋個資料庫咪要不停咁去更新咯？係啊，以前我哋係寄信俾啲會員嘅，而家咧好多會員咧都已經搬遷咗啦，或者咧已經係移咗民。咁而家咧就佢哋咧最初都係入會嗰陣時咧係冇手提電話嘅。係啊。因此咧，我喺度呼籲咧啲舊會員啦，上到嚟我哋香港精武體育會咧更新啲會員資料。好，或者咧係直接上個網址度登記就得㗎啦。係啦，冇錯，係啦。好，好，唔該晒。